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5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0篇，以西结书第45章第1节到第9节，使徒行传第9章32节到3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助人。耶稣基督受到法利赛人、经学士们的质疑，就说他破坏了安息日的禁令。耶稣基督除了强调他是安息日的主以外，他还反问那些人说，安息日害人好还是助人好？法利赛人以及经学士们，他们就是那些忘记呼召的人，他们只有自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子孙，却不愿意记得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呼召。他们只想自己蒙福，却不愿意使人得福。这跟现代社会许多争得财产的人一样，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使人得福啊，他们不愿意帮助人。以西结书45章第1节到第9节，先知提到了以色列人分土地产业的情形。分土地给各支族的时候，要留一份给上主。这块土地要有12公里半长，10公里宽，整个区域都是圣区。要从其中划出一方块做圣殿的用地，每边长250公尺，四周加上25公尺宽的空地。这块地的一半长12公里半，宽5公里，要划出来作为建造圣殿之用，是至圣的地。在全国中，这一块地是圣区，是划给在圣殿供职的祭司的，里面有他们的屋子和圣殿的用地。另外一半的土地要给圣殿供职的利未人，里面有利未人的住宅区。要在圣区里格林划一块土地，长12公里半，宽2公里半，作为以色列人的住宅区。要划出一块地给君王。这块土地要从圣区的西边延伸到地中海，从圣区的东边延伸到东边的国境，跟以色列各支族分得的土地一样长。这块土地是君王在以色列当中分得的地产，这样他就不会再欺压我的子民。他要把全国剩下的土地分给以色列各支族。至高的上主这样说，以色列的君王啊，够了，不要再专横欺压人民，要伸张正义，主持公道。你们不可再强迫我的子民离开他们的土地，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蒙福的人不但不可以专横，更不可以欺压人，更应该要成为助人的人。就如同使徒以及彼得一样，他们得呼召是要去传福音，去助人，使人得福气的。使徒行传第9章32节到35节这样说道，彼得走遍各地方。有一次他访问住在吕大的信徒，在那里他遇见一个人，名叫以尼亚。这人瘫痪了，在床上躺了8年。
彼得对他说：以尼亚，耶稣基督治好了你，起来，收拾铺盖吧。以尼亚立刻起来，所有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看见他，就都归信了主。我们看到以尼亚的得医治，听到彼得的见证，因为他说耶稣基督治好你了，也因此使得这个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们都信了主。诗篇100篇，普天下要向上主欢呼，要欢欢喜喜地敬拜主，要唱诗歌赞美诗歌到他的面前。要知道上主是上帝，他创造了我们，我们属于他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是他牧养的羊群。要以感谢进入他的圣殿，要以颂赞进入他的圣所，要感谢他，颂赞他。上主至善，他的慈爱永恒，他的信实万代长存。恳求主使用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成为忠心的使徒，透过我们的传福音、见证、助人，感动更多的人愿意来相信主，成为基督徒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